好，之後數33嘅 A、B，33條題目就係以 root3乘翻括弧 root15減 root5，即係5乘3減翻，係啦。咁我哋乘入去啦，照樣就會得出2乘翻3乘翻 root5啦。而後邊咧就係2乘翻 root3乘 root5啦，亦即係 root3乘 root5，亦即係 root3乘5，亦即係等於 root15啦。2×3如6個 root5減翻2個 root15，係。33B 就係 root15括弧 root3減 root5加 root6生括弧，亦即係5乘35啦，加翻3乘2等於6。好，咁第一個嘅 multiple 我哋會得出3√5啦，因為 root3乘 root3就等於3。第二個咧，我哋得出5√3啦。第三個咧就係3√52得10啦。冇錯啦，呢個就係最後嘅答案啦。好，呢度完成咗係33 AB。